富平台母公司伫初二的时宣布，要甲西班牙餐饮外送平台子公司 Global 几若千个外送员全部拢列做员工。原因是这间公司之前要互西班牙的政府警告，安尼无甲外送员列做员工是违法的。为着不爱互政府罚，所以因决定安尼先做。若安尼，因母公司伫2025年可能得减赚台票34亿。听卡拉车伫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的街路四界行，西班牙餐饮外送平台 Global 的员工，知影公司要甲因纳入正式受雇员工，加一份合约甲薪水保障。本身是委内瑞拉移民的外送员，大部分拢认为真好。Veo bien porque ya sé que voy a trabajar por un sueldo fijo. Por lo menos aquí indispensable tener una nómina, aquí es un contrato aquí indispensable, entonces sí lo aceptaré. Casi no trabajamos nada, pues, o sea, no sacamos a veces ni el sueldo mínimo y casi todo se va en el pago de los impuestos, más que todo. Así que si es contratado y por una buena paga, sí nos hubiéramos beneficiado. 德国外送头人富平台母公司德国 Delivery Hero 伫初二宣布，这间公司伫西班牙的外送平台子公司 Global 几落千个外送员会纳入正式雇佣员工，因为西班牙劳动部进前指控 Global 甲所属的外送员无适宜登载做自营业，法院要伫无偌久后做出裁决。必须 Global 先采取行动来避免搁再互人罚。不过，这个决定也致使母公司的股价大落11.5%，而且这间公司2025年的盈利也减少超过34亿台票。不过，嘛毋是所有外送员拢愿意做正式员工。西班牙政府伫2021年5月通过基础法，是欧洲第一份保障廉港经济工作者劳权的法律，要求外送平台送货员必须是签订正式劳动合约的员工。西班牙政府伫2022年至2023年，因为 Global 无根据正式合约雇佣外送员，对这间公司罚超过68亿台票。Delivery Hero 这届除了承认 Global 外送员是正式雇员以外，嘛调关全年应急准备金来营运甲 Global 业务有关的社会保险金提拨、罚款、征达税这开销。西班牙劳动部长对 Delivery Hero 的决定表示肯定，佮强调无任何企业会当超出法律的规范。公司新闻，景元庆编译。